我認為咧，保養嘅盡頭就係皮膚狀態好、輪廓好，最好咧就係唔係好使化妝，睇落個樣都好精神，唔使化妝，每日仲可以慳翻好多時間添。今次咧就同大家分享我最推介嘅持久 Flash Cure 美睫啦。Flash Cure UV 美睫咧係 Extreme Lashes 最新推出嘅優質美睫服務。你哋成日都問我點解我啲睫毛可以 keep 到咁耐咁靚？Flash Cure UV 美睫係既安全又可以快速完成嘅美睫服務，比傳統嘅技術咧快8倍添。每條睫毛只需要0.25秒嘅固化時間，經過 UV 固化嘅睫毛唔容易受到水、風、汗、濕氣或者摩擦影響，比傳統技術更持久3倍。Extreme Lashes 品牌咧係2005年由主修 Nursing 同埋 Biology 嘅註冊 ICU 護士 Jo Marcelli 創辦嘅，全球50個城市已經有超過2萬位美睫師都係由 Extreme Lashes train 出嚟㗎。使用嘅睫毛膠水同美睫師嘅擺放方法都好重要。Extreme Lashes 咧推出嘅美睫產品，由睫毛膠水到唔同程度弧度嘅睫毛都有。產品咧更加經過充分嘅測試。市面上咧雖然有好多聲稱係醫療級嘅睫毛膠水，但係其實真正有 FDA 認證嘅咧，真係唔係間間都有㗎。如果你曾經對睫毛膠有過敏嘅經驗，咁呢一度咧就係最適合你嘅美睫技術啦。Extreme Lashes 嘅美睫師有一套專業擺放睫毛嘅設計技術，會根據你眼型同埋造型嘅需要，為你打造度身定製嘅防水濃密睫毛。我呢一款咧就係 American Medusa Volume， 結合咗唔同層次同埋濃密程度嘅睫毛，去營造自然豐盈嘅效果。我眼睛上面咧最長係13mm 嘅睫毛，底部咧就係由8至12mm 嘅一束束，唔使畫眼線都有放大眼睛嘅效果啦。想效果更明顯，今次咧我就做埋下睫毛添，係咪好靚呢？除咗美睫服務 ，Extreme 咧仲有歐美第2嘅 Brow Lamination 服務，咁就係咧將眉毛做成野生眉嘅效果，然後定型。咁無論有冇化妝，眉毛咧睇起嚟都更加立體，好自然噶。唔使化妝就可以擁有 bling bling 眼神，俾皮膚透透氣，膚質都會越嚟越好添。係咪好心動，想嚟體驗一下 Flash Cure UV 美睫呢？我就為大家爭取到福利，迎新優惠低至5折，用埋我個優惠碼，仲可以享有1次免費嘅 Brow Waxing 服務添。quota 有限，留言 Extreme 即刻 send 優惠詳情俾你啦。